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月9号要分享的是要刚强壮胆。我们要读约书亚记1章6到9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：你要记住我的命令，要坚强，要勇敢，不害怕，不沮丧。因为你无论到哪里，我上主你的上帝一定与你同在。约书亚记1章9节。面对进入迦南地迎面而来的艰巨军事任务，上帝除了应许要与约书亚同在，没有任何敌人可以与他对抗，并承诺他们会进入迦南地。但是当上帝承诺之后，接下来是约书亚要面对自己的内心的焦虑，如何当一位好的领袖，并且要面对外在的亚纳族人的战争。他非常忧虑，因为他的老大不在了。此时上帝就指引他一条道路，要怎么样亨通顺利的管道。上帝他知道出任领袖的约书亚最需要的就是勇敢，所以再三吩咐他要刚强壮胆。你知道吗？这一句话在本段经文中就出现了3次。前任领袖摩西长大在法老的王宫，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这是在使徒行传第7章22节所记载的。但是呢，反看他自己出身奴隶，最多不过是一名辛勤能干的奴隶。当摩西叱咤风云称雄一世的时候，世界上还没有他约书亚这个人。但现在耶和华晓谕他要起来承担这个使命，要去完成耶和华上帝对先祖亚伯拉罕的应许。哇，这几百年来列祖在等候的应许，上帝对他说：对，就是你要完成它。哇，这担子好像很沉重耶，比他有才能的摩西都无法做到，我可以吗？我想约书亚他内心可能有这一些的疑问，我可以吗？我已经80几岁了呢。上帝知道约书亚的害怕，所以他就告诉约书亚说：虽然摩西不在了，但有我的律法书，要常诵读，要昼夜思想，存记在心里。约书亚，你要让我的话充满你的思想，就可以遵行我的话，行动要以上帝的话为依据，不致违背上帝的旨意。上帝更告诉他，当你这样遵行我的话，我就与你同在。虽然摩西离开了，但摩西的上帝就是我会继续引导你向前。上帝要约书亚明白，如果他要完成这艰巨的历史大业，完成先祖所等候的应许，就要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，并且要真正的去执行，去活出来。在今天的经文也提醒我们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
耶和华上帝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上帝对约书亚吩咐2个命令：刚强壮胆跟遵行律法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也能这样面对我们未知的人生路？或者你继续用自己的方法和想法走自己人生的道路？然而神的话提醒约书亚，也是在提醒我，提醒你。我们来默想，如果困境或挑战既辛苦又难挨，但你又带着害怕犹豫继续走，那你真正怕错过了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使我们天天记得你的慈爱，因为我信靠你。求你用你的话语指示我该走的路，因为我仰望你。求你赐我刚强壮胆的心志，好叫我勇敢向前。我这样祷告感谢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见。